首。Oh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是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平安心来敬拜上帝。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倚靠你家己的牛。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认伊，伊要指点你的路。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圣经铭记，互人捌主，互人知罪。恩典明明指示，教咱捌主旨意，诚心来服侍伊。上帝的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的话，活命的话，带咱直到永远。请咱起立来敬全首。Oh
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诫命伫圣诗头前第12页，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角的启应，启应文第21篇。启应文第21篇伫圣诗的后面，第137页，1037页。启应文21篇，也就是诗篇93篇。咱来显着咱三角的启应。上主做王掌权，上主用威严做三千。伊建立世界，你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上主啊，大水哗哗吼，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上主啊，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三角额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伫你所定着日，愿同心的兄弟姊妹，搁一摆聚集伫你的圣殿，同心来敬拜你。求主圣神即时运行伫阮的中间，安静阮的心。互阮放下俗世一切心思意念，独独来仰望你，专心来敬拜你。主啊，伫即个黑暗的世代，只有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阮意爱要跟对你的脚步，免得阮伫黑暗中跌倒。总是世间生活中充满种种的坎坎坷坷，种种的挑战。伫这内面，阮常常倚靠家己的能力，阮常常倚靠家己的习惯，阮常常照家己的个性来面对、来处理，阮常常照家己的意思来活。袂记得伫凡事的顶面，拢着倚靠你，拢着谦卑来超找你的旨意。求主你怜悯阮，因为阮的体质本来是土粉所做。阮虽然相信，但是阮的信心定定拢无够额。求主帮助阮，光照阮，互阮看出家己生命的真相，互阮会当较目主真理的样式，互阮的灵命会当长大成人。互阮会当勇敢伫天路内底来跑走进前。主啊，即时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伫2礼拜以前，阮拄仔庆祝西湖教会设立40周年，感谢主的带领甲引带，互阮伫遮尔美好的所在敬拜你40年遮尔久。虽然其中有经过真侪风风雨雨，教会人数嘛无像以前遐尼侪。感谢主，你犹原互阮伫少少的人数内的下面，大家拢会当重新来服侍，彼此相听。逐项的事工也会当悠然，会当顺利来进行。求主你继续引带带领，虽然阮伫侍奉的过程，可能拄着真侪
会无顺利的所在，可能有真侪的辛苦波折，心内底苦是别人毋当袂当了解的。但是主，你拢知，你的恩典有够阮来用，你的疼心会当拆毁，结断伫人的心的中间的即面墙，互阮因为结连伫你性命也三结连，诚做一体。互众人因为阮的相疼，知影阮是你的学生，诚做你的恩典甲福音的出口。感谢主，今仔日引带阮来遮来敬拜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愿主建立今仔日的敬拜，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下面赞美。咱今仔日的赞美是咱的会众一齐来赞美吼，就向咱献开圣诗第192首。你的话若活水江河，你的话若活水江河，永远流落伫阮一生。活水互阮快乐勇气，来临新生得经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享受上帝话。今日要读的圣经查记载伫出埃及记第10章第1节到29节。出埃及记第10章第1节到29节。和合本伫第80页到81页，台语汉字版是伫第68页到69页，现代中文译本是伫第79页到第81页。出埃及记第10章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讲：“你入去见法老，因为我已经互恁的心甲伊的人心的心公硬，通互我显明我遮的神者伫因中间，也要互你将我所做伫埃及的事，甲我伫因中间所行遮的神者。”还互你的囝甲你的孙听，通互恁知我是耶和华。摩西、阿伦就去见法老，
甲伊讲：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你伫我的面前毋肯家己谦卑，要到啥物时啊？就准我的百姓去，互因服侍我。你若毋肯互我的百姓去，看明仔日我要互草蜢入你的境内，因要食砍地面，至到未看见土。我要食迄个对在下所剩的，就是饱所拍无了的，也要食残利为恁所发一切的树肉。草蜢要充满你的厝，甲你的正人神的厝，以及一切埃及人的厝。对你的老爸甲你的祖君出世到今，袂捌看见安尼。摩西就越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人神对伊讲：即人做咱的罗网要到啥物时啊？就准遮下人去服侍耶和华因的上帝。埃及已经败坏，你敢毋知吗？对安尼，摩西、亚伦受调倒转来见法老。法老甲因讲：恁去服侍耶和华恁的上帝。独遐个要去的是啥物号人啊？摩西讲：阮甲阮的少年人、老人去，也要带阮的囝、查某囝，甲阮的羊群、牛群做一个去，因为阮着守耶和华的节。法老对因讲：好啦，我准恁甲恁的囡仔去啦。愿耶和华甲恁伫地，恁着谨慎在下伫恁目睭前啦。安尼袂做恁才会大人通去服侍耶和华，因为这是恁所求的。就对法老的面前赶因出去。耶和华甲摩西讲：你遵守只记埃及地，互草蜢上来埃及地食地里一切菜色，就是饱拍无了的。摩西就剩伊的拐仔指埃及地，耶和华就互东风通日通暝吹伫地里。到明仔日早起，东风就将草蜢吹来，草蜢上来埃及遍地，歇伫埃及的四境，厉害到极。从前无有安尼的草蜢，以后也无要安尼，因为因食砍全地，至到地拢黑暗，搁食地上一切菜色甲树里的果子，饱所拍无了的。埃及遍地，无论树木，也是产利的菜色，无留一项青翠的物。对安尼，法老赶紧叫摩西、亚伦来，讲：我得罪恁的上帝耶和华，也得罪恁。但求你敢若即一摆赦免我的罪，求恁的上帝耶和华，互我脱离即一摆的死无。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转真头的西风，将草蜢吹起来，赶入红海。伫埃及的四境无留一只草蜢，总是耶和华互法老的心硬，毋准以色列人去。耶和华甲摩西讲：你伸手向天，互埃及地黑暗，即个黑暗到会蒙直。摩西就伸手上天，埃及遍地就3日久，黑暗。3日久，人袂看见人，也无起来离开伊的所在。以色列人的厝拢有光。法老就叫摩西来讲：恁去服侍耶和华，是恁的羊群、牛群留着，恁的囡仔通甲恁相甲去。摩西讲：你也着将精生甲烧制的物交阮的手，互阮通祭祀耶和华阮的上帝。阮的精生也着交阮去，连一只也毋留着，因为阮着对迄中间处伊来服侍耶和华阮的上帝。阮还袂到遐，毋知着用啥物服侍耶和华。总是耶和华互法老的心硬，毋肯互因去。
法老甲摩西讲：你着离开我去，你着谨慎家己，毋通搁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迄日你会死。摩西讲：你安尼讲好，我无要搁见你的面啦。咱的圣经读到遮，下面是讲道的时间。今仔日要讲道的题目是上帝约来部分好像吗？咱请牧师。雷下车，大家平安。平安。咱伫读即个出埃及记10个灾的记载，因为这是故事性的，所以每一遍礼拜中间，咱做伙看的圣经的经文拢非常长，因为这是故事性，所以。对头尾中间的内容，咱拢爱加减提醒一下，所以讲即个思会拢即几礼拜，思会拢较辛苦，后礼拜开始就会较济，因为开始即个10个灾的已经要即段的记载要结束啦，所以讲未来会安尼较用跳的方式，袂安尼规段拢念，所以。互咱的中职较安心一下，袂过安尼礼拜中间念圣经拢难念20-30节，安尼遮辛苦。但是上重要就是讲，即个出埃及记，若照即个南神以前的旧约教授拢教讲，实际上真正改变以色列百姓伫旧约中间的上重要的事件是啥物？有人讲是上帝创造天甲地创世纪，但是敢是安尼？若咱无体会到上帝疼咱，知影上帝创造世界，对咱敢有啥物改变？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伫出埃及的过程中间，伫旷野40冬的中间，伫进入应允的地、迦南地的中间，体会到上帝同在，体会到上帝手赐福气，体会到上帝的保护，所以才会当欣赏到上帝创造天甲地遮尔美好。这就是一个咱每一个人拢相像的信仰的过程。所以出埃及记会当讲是旧约内底会当讲真关键的一卷圣经的册出埃及记。所以希望咱大家那礼拜煞有时间这个圣经的故事咱返去去复习一下会当发现讲这内底有真侪上帝要互咱所学习真美好的道理伫中间。咱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圣，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你的看顾，你的带领是遮尔美好，所以阮渴慕你将你的道理，搁一遍刻伫阮的心门，刻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时时刻刻会记得你的教示，你的旨意。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你保守阮的心，开阮的耳孔，开阮的目睭，互阮伫圣经的信息分享中间，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对伫你的话来得到造就，得到利益。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主你亲自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所以，咱即几礼拜咱读到，伫经历7个灾厄了后，即个埃及法老王竟然犹原伫遐硬心，无愿意顺从上帝的旨意。其实
咱开始会当看到即个埃及法老，伊是咱讲心存侥幸，台语实际上爱讲的靠势。心存侥幸，毋是侥幸哦，侥幸的台语毋是毋是即个汉字的侥幸哦，无共款哦。哦，侥幸是讲哦真可怜哦，也是讲哦真即个哦即个一个人做歹代志，哦，互咱真感觉真切身，讲哦侥幸嘿，哦咱袂当用毋着台语哦吼。心存侥幸，其实就是咱台语所讲的靠势啦。即个法老王伊游玩靠势，我是一国之君，我是大帝国的王，所以即个摩西讲啥物，伊是讲啊应付就好，心存侥幸。所以即个埃及法老，咱发现讲伊每一遍拄着灾厄，哦。大省是上帝差派摩西来警告、来命令法老，然后法老一开始拢拒绝，然后上帝就通过摩西降灾厄到伫埃及，然后法老感觉到凄惨落魄，然后咧，伊每一遍就甲摩西伫遐担吊惊。就是间接来讲，就是甲上帝单调行，然后伊用啥物手段政治谈判心爱，就是讲部分让利，反退为进，部分让利，反退为进，互你一寡好处，然后实际上咧，我考一个甲你拼落去啊，部分让利，反退为进，好用即款的手段，伊所要做的就是啥物？毋望希伯来人继续留伫埃及，做伊免费的劳工，做奴隶来替埃及法老服侍，所以才会有咱出埃及记10章即个草莓啊，甲乌红的灾厄。哦，咱对伫出埃及记10章第1节到第20节，咱读到就是草莓仔灾的记载。伫即个第10章一开始，就记载上帝就甲摩西，搁一遍讲到降灾厄伫埃及的意义是啥物？就是互全世界、全地面上的人拢会当知影到，这是看到上帝的神迹，显明上帝是全地的主宰。上帝毋是干那管着遮个希伯来人尔，毋是，上帝是管理，是掌权伫全地。哦，所以台湾民间信仰嘛真深刻。哦，咱知影台南有一间教会叫太平境，太平境教会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1间教会。啊，你细汉敢有？哦，咱以前敢有想到即个问题？为什么叫太平境？为什么即个所在叫太平境？你敢有想过？啊，境是啥物？国境哦，国境。就是一个管辖的所在。后来问在地人较知啦，文史工作者较讲吼，为什么迄个所在？当然，吼，迄当阵165年，即个满清的政府有即个所在有号一个地名，但是在地人讲太平境，太平境，即个境是啥物？原来就是迄一间公庙的因拜的迄个传统台湾传统的神明，因讲即间庙的神明管辖的所在，就是即个太平境，就是即个所在。哦，所以台湾传统的
信仰内底神明吼，管辖管能是有限哦。吼，我即间庙吼管即个所在，别间庙管迄个所在，另外一间庙吼，然后啥物办啥物活动吼，绕境啥物来我遮吼，我遵照我遮的规矩。所以无怪每一年的3月，台湾民间宗教活动，哇，百家将伫遐相拍，无共款庙的百家将伫遐庙司即个庙啦吼，毋是司啦吼，迄个公庙的百家将伫遐拍来拍去，原来就是台湾传统的信仰，神明的毋是管理专队，神明有伊的管辖的范围啦。但是耶和华上帝甲摩西讲，伊降灾的来到伫埃及，即个当时全地上强的帝国，就是要祝福伊的神业显明伫全地。互全地的人拢知影，上帝是即个世界的主宰，连即个大帝国埃及拢无办法抵抗伊。所以降灾的意义就是显明上帝是全地的主宰。第二个意义就是要互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行行顺顺，拢爱知影，耶和华上帝是因的上帝，是因爱一一来服侍的神，是带领因的祖先的即个至高的神。所以，就算讲出埃及记第7章到第11章，即个10个灾的记载中间，好亲像法老王，即个埃及法老心的是上帝知影的，甚至上帝讲是我予伊心的。但是咱若对头到尾靠即个出埃及记7章到11章，咱不得不想，就是其实法老王伊也有伊的自由意志，伊是会当讲好，伊是会当讲好，我照上帝的命令。就算讲上帝予伊心硬，咱莫袂记住，上帝拢予咱会当做决定。有时阵咱生出来，咱有权益遗产，咱有人对读册真敖，有个人手真灵巧，会当做真好的物件。咱袂当否认，咱也常常爱做咱所较无遐尼好的代志。想讲，即个中时拢知影，叶牧师拍字常常拍毋着字，粗心大意啦。对细汉考试拢安尼粗心大意，所以好佳在咱中时拢会做校对的工作。但是，咱徛伫即个位，敢会当讲这毋是我的专长，我袂晓啦。恁中职去想办法，袂。咱徛伫即位做西湖教会牧师，就拍周报，这是咱牧师的职分嘛。就鼻仔摸的做落去就是啊。上帝当然知影咱的欠缺。上帝甚至有时阵，互咱会拄着挑战，但是讲起来就是，咱家己拢会当做选择。
你是要选择照着上帝的旨意，也是讲啊，我生落就安尼啊，我本来就粗心大意嘛，哦，所以会友讲啊，这个酒保拍唔对啊，啊，我本来就粗心大意啦，敢会当安尼？会友一定骂牧师讲，这个牧师哪安尼？当然就是讲啊，歹势，后一遍改进，以后会更较小心。上帝一直互咱机会，无论讲伊安怎看咱，伊安怎创造咱，其实咱拢有机会，因为咱不断拢需要面对挑战。讲转来，即个草莓仔知，真深刻的实际上伫埃及即个所在，这有季节性的。亲像咱读出埃及记第10章讲着，即个风安怎吹，影响着草莓啊，敢会做成灾的。季节风啦，所以亲像讲2013年真拄啊好，伫迄当的搬过节的前2礼拜，3月2号，伫埃及的基萨即个所在，吉沙就是即马去埃及游览一定爱去的迄个大的金字塔迄个所在，竟然发生真严重的草莓仔灾害，亲像圣经所描写的，看袂到涂骹啦，拢是草莓仔，然后天顶袂似乌云共款，这2个相片，这是拄啊好迄个时，这就会当解说讲，实际上，互咱知影搬过节，就是上帝互埃及最后一个灾厄的过程中间所发生的事，纪念迄个代志。所以伫搬过节前，就算伫即马现代埃及也会发生即款严重的草莓仔灾。草莓仔灾害，当然埃及人真惊，因为因有经验，因知影这是危害足大，尤其发生伫啥物？即个冰雹的灾厄了后，咱知影冰雹落来，将大多数还袂开花结籽的迄个农作物拢毁坏了，剩的迄个农作物，竟然草莓仔灾就甲伊全部来毁灭，这是真严重的。实际上咧，伫古代埃及的历史中间，即个草莓仔也是因的农业灾厄内底非常频繁来发生，也造成过真侪严重的损害。所以伫埃及古代埃及的墓内底，金字塔，金字塔是因埋葬迄个埃及法老，也是遮个贵族的墓啦，所以伫古埃及陵墓内底，也常常看到即个壁顶面有画即个草莓仔。为虾米？就是要想讲会当祈求草莓仔莫来损害阮的农作物。这就是第8个灾厄，但是咱就看到，上帝实际上，互法老王有搁一摆的机会，会当照着顺从上帝的旨意，会当避免灾害。因为对第1个灾害到第8个灾害，是一遍比一遍搁较严重，
一遍比一遍影响搁较大。但是法老王对头到尾，一直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就是靠势，想讲头过身就过，因为搁安怎？伊讲我犹原是法老王，我犹原是埃及的领导者。亲像讲吼，罢免无罢掉，即马就搁较搞怪啦这拢是安尼嘛搁较搞怪头过身就过，然后咧就开始靠势，咱拢看会到。所以咱看到法老王，伊心硬。伊固执，所以伊对头到尾，拢是食人教，不只是对待摩西、亚伦，甲希伯来人，甚至咧，伊面对上帝也是同款。咱台语讲占便宜啦那讲较文雅，占便宜啦所以咧，就算讲上帝降落的灾厄，是一遍比一遍搁较严重，一遍比一遍搁较全面。但是法老王总是拢是用迄款的手段，表面上退让，但是咧部分让利，这政治的手腕部分让利。法老王讲啥物？只有只有希伯来人、查甫人、大人会当去，然后咧囡仔、查某囡仔。妇女拢留落来做忍者，当然伊无安尼讲，但是摩西也知，上帝佫较知，部分让利。但是咱看到的就是啥物？相对的，就是上帝对伫伊的百姓的疼痛，是完全无妥协，毫不妥协。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爱摩西带领希伯来人来出埃及，互原本伫埃及地做法老奴隶的希伯来人，真做敬拜耶和华上帝、服侍耶和华上帝的以色列百姓。认为兄弟啊，上帝无爱亲像法老王、埃及法老迄款。部分的服从，因为部分的服从甲无要服从，两个的结果是一模一样，咱伫工作顶面应该拢拄过即款同事，大家一个 team 内底，答应要做啥物代志。讲啊真大声，然后咧死狗拢无做，结果前一暗，大家拼死拼活，紧创而好，哇，凄惨落魄，部分服从。也是讲即马真流行的名词，叫做装潢蟑螂。咱厝里要做工程厝里还是做装潢，上惊即款对无？伊答应要做，定金拢收啊，材料买啊，囥伫遐但是咧，后来走去要安怎？厝里抌一大堆材料，你请别人来做，别人讲这材料毋是我买的
钱开落啊，你甚至阁爱开钱将遮个材料请掉，较会当继续找别人来做，做一半，甚至常常比无做损伤阁较大。亲像即个相片内底，甲你厝讲公调啊，照伊个意思讲公调啊，然后咧，人走去啊，定金收啊，但是你发生伫恁兜，你敢会气啊要害？伫遐讲哇惨啊，厝讲啊安尼，嘛袂大志，然后咧，找别人来做，别人讲你已经做安尼啊，这歹母哦，结果你爱开搁较侪个钱。甚至爱重新修理，这叫做部分，常常比全部拢无，损伤搁较大。亲像法老，一部分会服从上帝的命令，但是结果咧，甲完全无服从，结果是完全共款。所以第9个灾厄，即个黑暗，就是法老王伊固执心硬，其实咧，这出自伊家己当作家己会当控制一切。咱讲控制欲，伊认为讲是我家己，毋是上帝会当控制一切，是我。所以，当上帝降落的灾厄拄去了后，即个埃及法老马上安怎想讲要重新掌握局势，就是要互进前所答应对上帝的顺从。上帝，我听你，上帝啊，好啦，我照安尼做，就一笔勾销。所以，咱有时阵，其实咱嘛爱想咱家己，咱自我反省，咱检视嘛有安尼的情形，咱拄着真大的困难，真恶担当的挑战，有时阵咱跌落谷底，所以咧，迄当阵咱谦卑追求上帝，但是，当困难过去啊，代志解决啊，咱敢有可能就搁一遍恢复原来的状况，开始搁自以为是啊，然后对上帝所答应的，拢袂记了。埃及法老就是安尼。但是咱也爱想讲，咱敢是安尼，也同款。无怪上帝就降落即个黑暗的灾厄，来到伫埃及地。讲到即个黑暗的灾，莫想讲无啥物，咱经历过停电的人，就一定会当感受到咱家己伫黑暗中迄款无助的感觉，迄款的惊吓。因为啥物？咱感觉咱无办法掌握一切。咱即马真侪大楼拢有备用电源啦，迄个紧急灯光。咱想讲咱细汉的时阵，迄款每一遍熄电了后咧，开始就摸黑去找蜡条，去找手电啊，平常是厝内底安尼，行来行去无问题。但是拄着大停电咧，骹弄着，手冻着，头磕着，你发现讲哇，原来我遮尔无效。黑暗中间，我连我家己的房间行路拢会弄着。
因为黑暗，互迄个咱原本咱当作家己真熟悉的环境，咱完全拢变成好亲像活伫其他的所在共款。伫黑暗的中间，咱共款无办法得到安全感，咱共款会面对惊吓，咱共款拢会跌跌撞撞。然后上帝降落伫埃及黑暗的灾厄，是连续3天。这互法老王感受到，伊真正面对即款的灾厄也无能为力。伊开始也感觉家己也无办法掌握一切。讲到大停电这最近一遍2021年5月13号，兴达电厂全部停机，造成400万户停电，台湾400万户停电，这是最近一遍。所以开始当阵就讲电网韧性嘛，电网韧性的工程，所以讲台电补助够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台电补助内底真侪就是做即个韧性电网，所以咱今年到已经8月底啊，咱核能电厂停止运转2个月，咱敢有欠电？无嘞，无为什么？韧性电网够有重要，很重要啦，然后嘞，我会记起以前3个电厂伫遐放的时阵规工伫遐停电的，咱即马嘞，所以这毋是政治问题，我感觉这是咱爱思考，诚实来面对不管你咱袂当活伫迄款我真介意即个人，伊讲啥物我拢相信，就算无理我嘛相信。摕一个啥物物件伫遐洋葱还是啥物伫遐就是伊讲啥物拢相信。咱爱思考即个问题。讲转来，是啥物款的黑暗会当连续3日完全黑暗，亲像暗暝共款。所以有的人有的人做研究，是认为讲，即款日时暗时拢黑暗的灾厄，真有可能就是沙漠地的所在常常发生的沙尘暴、坎信。伫北非洲，沙尘暴常常发生伫3月到5月，因为风季节风对撒哈拉沙漠飞到埃及，吹到埃及，将沙漠所在的沙土规个吹过来。所以真心实当吹来的是草莓啊，就是草莓啊灾；然后若吹来的是沙土，就是沙尘暴。甚至即个公元前3世纪，主前3世纪，才会犹太人将旧约圣经翻译做当时犹太人所使用的希腊文，这叫做74译本。这74译本内底，就将出埃及记第10章内底的这个黑暗的灾厄翻译做希腊文的沙尘暴、风暴。伫沙漠所在的风暴就是沙尘暴。这叫做沙尘暴啦，这沙尘暴中东的所在的沙尘暴就是安尼，这日时大日时日时一时啊，沙尘暴一来，规个袂输暗暝共款，这叫做沙尘暴。这个黑暗的灾厄对埃及
法老有啥物大的影响？顶礼拜有讲到法老王，埃及法老王，伊称呼家己是啥物？太阳神的后生，太阳神之子。太阳是啥物？出日头，互全地得到光明。啊，即个埃及法老王，家己称呼家己是太阳神的后生，然后全埃及人也安尼学到，因的王埃及法老是太阳神的后生。结果太阳神的后生面对着黑暗的灾厄，3天无办法，这会当讲是埃及法老王的统治危机、领导危机，就是安尼。你上熬，结果伫即项的代志煞突切，这叫做领导危机啦吼。所以黑暗的灾厄实际上直接威胁到埃及法老的统治权，伊的权威规个得到威胁。无怪，埃及法老拄着即个黑暗的灾厄，伊不得不退让，不得不屈服。但是，就算伫咧3天的黑暗灾厄已经影响到埃及法老的统治的权威，但是法老王犹原认为伊家己会当掌握一切，会当掌控大局，所以伊搁一遍用政治的谈判的手段，搁一遍想要部分让利。所以法老，即埃及法老伊允准希伯来人去旷野敬拜上帝，去旷野服侍上帝，不要紧，用恁去不要紧，但是咧，恁的财产藏落来，留落来，恁的情绪留落来，恁家己去就好。伊想要照着安尼，来互即个希伯来人继续留伫埃及做免费的劳工，做埃及法老王的奴隶。所以咱学到啥物？埃及法老伊部分服从上帝的命令，但是其实是甲完全无服从，结果是共款。灾厄一个一个临到，然后埃及人共款一步一步陷落伫搁较大的灾厄，所以咱真正爱来想咱家己，咱敢有可能也亲像即个埃及法老？一定爱陷落伫人生的上凄惨落魄的地步，咱才要学习到顺从、顺服伫上帝的话。咱也爱想讲，真少来想，咱检视也亲像法老王共款，想讲家己会当掌控大局。家己会当掌握一切，直到咱将上帝的话头金讲两，头金减两，头金减两要安怎来顺着家己的意思啊？来顺着家己的意思，甚至有时阵。咱做毋对，咱阁会将家己的错误来合理化。咱真正对伫即个出埃及记所记载10个灾厄中间，
咱以往可能咱拢想讲，咱就亲像是遮个以色列百姓共款，上帝救咱脱离灾厄，上帝救咱、带咱出即个艰苦的所在，进入美好的迦南地。无错，无错，上帝疼咱，上帝带领咱。但是咱也常时爱反省咱家己，咱敢有可能有时阵变啊甲即个埃及法老共款，咱毋知。咱会过头坚持家己，有时阵咱甲上帝伫遐画巴拉肯，安尼讲好啦。部分让利好不好啦？想讲上帝会互咱偏去啦，互咱好去啦。哦，毋是上帝拢知，但是上帝也亲像对待埃及法老共款，互伊一遍的机会，显明伊的疼痛。所以咱常时咱就亲像以色列百姓。但是咱难免有时阵也亲像即个埃及法老共款，咱一方面咱确信上帝疼咱，上帝看顾咱，但是咱也爱真正想到，就是上帝也一直互咱机会，因为伊疼咱。上帝互咱机会，咱敢有真正把握机会改变对即马做起，行伫上帝的路，对即马开始，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透过阮读出埃及记的过程中间。你互阮搁一遍伫着提醒，就是你疼你的百姓，你疼阮，你愿意甲阮做伙伫地，带领阮进入你所应允阮的迄个应允的地。但是主啊！阮也搁较感谢你，就是你照用圣经所记载你的话，你一遍一遍对阮讲，你爱阮把握机会，你爱阮将迄个旧的我会当真正透过圣神来换新，来重新活出。你爱阮活出你的囝儿的模样，你也爱阮行伫你旨意的路，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时刻提醒阮，也求主的圣神，当阮心硬的时阵，怜悯阮。也用你的大气力医治阮，佮改变阮。主啊，阮愿意谦卑伫你的面前，但是阮也恳求上帝你及时来提醒阮，互阮每一天拢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阮每一天。也拢有对伫你的圣神的引带中间，阮有新的信仰的学习，求主你帮助阮，带领阮，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用上帝话甲咱带来的勉励。咱即马来回应上帝话，请咱掀开圣诗第220首，万军的主至圣的厝。
万军的主至圣的厝是你徛起所在，主我上帝你所挺大，迄为我大意爱，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下面咱来奉献，请民兵执事甲秋美执事来书献。
请坐。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做伙来看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最近流行感冒甲新冠肺炎较严重吼，咱呼吁大家做好个人的防疫，也建议有感冒的症头，也是抵抗力较歹的兄弟姊妹吼，咱自下是来出挂吹暗仔。第二项。拜五暗时7点半有查经的聚会，用每周的神眼光做教材，请咱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第三，若有需要牧师探访，也是希望安排家庭礼拜兄弟姊妹，请甲牧师讲，也是中职讲来安排。咱下周第四项咱下周的这个礼拜的内容，请咱家己来看吼。咱来看聚会活动。主日礼拜是主日的上午10点，圣歌的练唱是每主日的上午8点45分。每周的神眼光查经是拜五的下晡7点半，早课晚是每个月的一拜拜六上午10点。咱的圣光的事奉吼，咱的即礼拜。的招待是友来兄甲社创姐，插花是蒋老师，清扫是乔宝姐。下礼拜讲道是牧师，诗会是明义长老，诗琴是牧师娘，领唱是我本人，诗献是秋妹执事甲玉洁执事，招待是文龙兄甲现状兄，插花是牛长老，清扫是秋妹执事。咱顶周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吼，请咱家己来看，若有错误请提出更正。咱大道的事项，请咱家己来看吼。咱来看本周的金句，诗篇93篇第5节。台语汉字版我读一遍，大家做伙读2遍，华语咱做伙读1遍吼。耶和华，你的甘甜不知确实，圣洁合伫你的厝到永远，请。耶和华，你的甘甜不知确实，圣洁合伫你的厝到永远。耶和华，你的甘甜不知确实，圣洁合伫你的厝到永远。耶和华，你的法度最准确，你的殿永恒纯正，是合理的。世间咱遮我有透露一个讯息，讲吼，讲迄个友来兄有订便当12点20分，咱会请友来兄是啥物代志，会使说明一下无？嘿，啊有啥物代志，咱会有啥物？嘿，哦，你今仔要请大家食饭就对哈。你要请大家食饭安尼哈？大家回去留落来，会当互相交陪啦吼。咱礼拜煞做伙交陪。但是阮今仔日有阮今仔日有迄个，阮已经有安排活动，阮小等可能会先走，歹势，嘿。好，安尼咱即摆来互相请安吼，请咱用伫座位，咱用迄个拱手，咱来彼此来请安，感谢咱来吟煞尾遍的圣诗，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因是后请牧师来甲咱祝祷。
会记得上帝疼咱，上帝也甲咱做伙伫地，伊也引带咱要进入伊的旨意中间。但是咱也会记得，咱毋是完全，有时阵咱会行毋对，所以咱就倚靠圣神，把握机会，时刻反省家己。咱也爱把握机会，改变对咱家己做起，改变对即马做起。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恩典变照恁，让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持恁平安。阿门。请坐，入岛智慧